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翻视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有听过嘛？按照藤球嘛，伊其实打方来用的都同我哋的踢毽的quay枪，但是伊比毽的无同样的地方係伊要踢到超过我哋的野位，甚至超过我哋的鏡頭。其實國內喺推廣我哋的藤球嘅學校無幾多。我哋今日有請到係來自我哋屏東家堂嘅創立員教練，同伊啊位學生嘅，嘛係來自我哋家堂嘅小亞皮來到我哋嘅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到底藤球怎樣嘅去教，同時有乜嘅無同樣嘅比賽嘅地方。我哋替你分享我哋今日教練來到我哋現場，我哋嘅創立員教練，教練你好。主任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東國中的藤球教練鄭立元。同時我哋咧也要學生嘅啦，好嘛？同時我喺我哋咧啲算是我哋選手，我哋亞皮落嚟現場，亞皮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嘉東嘅酷亞皮。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現場哈，但是第一點我都想問一下我哋嘅教練哈，請問一下藤球這件事情，因為其實藤球在國內好像不大有人聽過。那教練你自己本身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去教藤球，或者說你自己本身的一個運動生涯的一個簡介，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說一下？是，我本身是足球專長，那大學畢業之後就到屏東的嘉東國中開始任教。那當時進到嘉東國中的時候，那邊有足球隊，所以我也是跟着帶着足球隊這樣帶。但是95年開始帶的時候，球隊還有20幾個人。那來到了100年的時候，球隊只剩下10幾出，因為少子化跟外流的關係。那在民國100年左右的時候，屏東縣有辦藤球比賽。那他當時邀請了我們屏東縣的一些足球隊去參加這個比賽啊。那我們也是到現場之後才發現說，原來藤球比賽就是上場2個或3個人，它的賽制就是有2個人或3個人。那今年的這幾年的國際賽還有加到4個人這樣子，所以它其實一隊的人數很少，大概5個人以內就可以搞定了。所以我們參加完比賽之後，覺得其實它不能用手摸，就是用腳踢啊，跟我們的足球其實還蠻類似。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們的足球可能就是停到這邊了，因為我們人真的不夠。那是不是我們來轉練藤球？那當時跟我們剩下的球隊的足球隊的隊員跟他們詢問之後，他們覺得好，我們就一起來踢踢看藤球。所以我們從民國101年開始，我們就開始練藤球，練到現在113已經12年了。那在帶隊的過程當中，其實我也從來沒踢過藤球，我也是現場學，然後到網絡上學，然後跟着踢，然後到後來也因為因緣際會啦，有帶我去參加一些國際賽，那我在球場上看到一些高水準的訓練跟一些表現，所以回來之後就是鑽研在球隊的訓練上面，所以才會訓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球隊的一個訓練的效率就會比較好，這樣子。咁一部分因為其實我哋冇提講，其實將藤球嘅部分有幾多嘅動作，其實以愛反向來踢球嘅。咁你這個我哋有時講細妹冇安排踢啦，但是你看你這個係啲細妹當初哪想愛去選擇藤球呢？因為我七家嘅哥哥嘅關係，嗰時陣伊踢球嘅時陣，我就感覺伊個藤球幾好教。幾好教，唔會講咁多幾門上嘅錯嘅，唔會，佢上嚟去教款式呢。係，咁你呢啲時有感覺到個情況冇？有，明嘅。明嘅，中華講明嘅咯。因為佢有幾多像嘅體能之類的，對，會練習。咁體能要做乜東西？仲會走啊，跳啊，那是，嘅啊，仲幾多啊？嘅敏捷有嘅冇嘅。可是那另一批感覺到個情況，但是你就唔會想過唔會練呢？有想過啊。咁希望嘅人員不用留下來。你想過個堅持款式呢啊？看有乜嘅成果？
可以慢慢成功，没哈？其实真的是听起来是不容易啦，因为其实对于一个从小学不是很爱运动的人，到了国中之后选择了藤球，那其实我想体能上面一定有很大的要去改进的部分。那他就是还是回到就是说，刚刚教练有提到你本来就是足球专业的嘛，那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影片里面就看到，就是说，因为藤球的场地就是小，它不像是盘球要跑来跑去，要跑全场那个样子，它因为场地比较小，人数也比较少，可是它对于技术上面的要求反而会比较精准。跟郭叔开始姐，那个时候您开始转藤球的教练的时候，那在训练上面呢，是不是也开始做了某些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是因为刚开始，我又把足球的训练放到藤球里面去，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对，我们的需求是不一样，应该说它的技术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球类运动。那像足球的话，它重视的是体能、速度，那它在技术上面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凌驾在体能跟技术速度上面。但是呢，藤球来说的话，它必须要优先着重在技术上，因为它的容错率很低啊。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减少了体力的训练。好，我们藤球其实不用太多的体力，但是它反而比较需要的是灵活度，就是敏捷啊、移动的速度啊、脚步啊，以及空中的翻腾，在空中还要保持好核心的平衡动作，然后很精准的把球接好，做好跟杀球。所以这两个足球跟运动的两个项目的训练的内容就会完全不一样。简单来说，足球是想办法把球控在地上，但是藤球是要想办法把球维持在空中。光是这两个部分技术上就差很多。那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藤球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了哈？是不是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大概说明一下，譬如说藤球的比赛的一个方式啦，它的计分的方式啦，甚至是说它如何去判定胜负？譬如说它是多少是几分的计分的方式？基本上它跟羽球就是球落地了就得分嘛，我们的球场就跟羽球场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再来就是它的规则规则就好像是排球，跟排球规则一样，就是球过网过来之后，我们这边要打第3下一定要回去嘛。第三下，你也可以第1下回去，第2下，但是最多只能3下，你打到第4下是犯规了。但是它跟排球的差异就是排球必须要用手，但是藤球呢不能用手。对，藤球的话，它必须要用手以外的地方，例如你可以用头，你也可以用膝盖。那第二个跟排球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排球它一个人不能连续打2次。像排球过来，我第一球接起来之后，我不能再去打它，我要让我的队友来做第2球，然后第3球再由攻击手再打过去。但是藤球的话，它没有这个限制，所以藤球只要球过来我接，我也可以选择我踢第2颗，然后我可以选择我再踢第3颗，我可以一个人踢3颗过去。所以其实在国内刚开始的比赛当中，我们会常看到一枝独秀的一个技术啦，就是可能上场3个人，那有1个人特别厉害，那基本上球过来都是他接他做，然后他攻击这样子。但是等到比赛水准高一点的话，这个是行不通，因为光是这个体力就差很多了。如果一直全场都他处理的话，可能打个2-3次来回就受不了。那再来以计分方式的话，就是先得15分获胜。以前的旧制是得21分，那在今年开始国际赛已经改为得15分获胜，这样它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体力的消耗了，不然以前打21分，然後3战2胜，那有时候打到1-1又打第3场，然后就又一直打到很后面的话，其实对一个攻击手来说体能消耗是很大，而且有时候我们去参加比赛，他一天可能会要打个3场。那这样下来的话，其实真的体能消耗常常会吃不消，所以从今年的2月开始，国际赛已经改成15分制，对体力的消耗来说就好很多这样子。所以大概差它的项目跟它的一些规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头都教練嚟講，有得有3蚊元嘛嚇，有得有4蚊元。咁一般嚟講嘅話，譬如講以3蚊元嚟講，3蚊元起碼有那些角色，你看有啲做球嘅嘛，咪有咯。係啲乜呀？還有攻擊手，係有咯。發球，嗰數3蚊元其實有啲角色係固定呢，還是講他肯定可以練？
固定的。固定的，就是讲，譬如亚场比赛，我是攻击手，我就是从头到尾，我就是扮演攻击手。对。然后你是做球手，你就是永远扮演是做球手。好，故事我们讲有时，譬如讲你到黑包的时间，你可能又变成做球手，或者说变成攻击手之类的。就模拟的时阵。模拟的时阵，然后我一做，有没有？那像这样子角色的一个搭配，就以教练来说的话，譬如说刚刚我们雅佩有说到，就是说，他是做球手。那为什么他是做球手？还是说他攻击手或者是其他的是有其他的不同的特色吗？这个就要从我们的每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去说起来。像在球场上的话，我们会看到的，通常就是看到3种能力，这是3种不同的角色，有发球手、攻击手跟做球手。那发球手他必须要很柔软。那他的身体必须要柔软度很高，因为球是抛给你，球是抛给你，那你必须要在球的最高点的时候，把你的脚抬到很高的地方往下扣，所以一个好的发球手就好像棒球的一个好的投手一样，在3人赛当中，发球手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必须要是很沉稳的，因为他站在所有队员的最后面，所以他可以看到整个球场的一个走向，那他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可能要补哪个位置，他可能会掉一个短球，我要补过去。那再来就是攻击手，攻击手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要跳得很高，因为他每次攻击的时候，做球手把球做起来，他必须要跳到最高点，然后把球往下扣，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好的爆发力，而且要很好的灵活度。就是呢，可能这球做的不是很高，但是他还是要攻击。那他要立刻去起身之后，要立刻转身翻身去攻击，或者说要把他的脚瞬间就抬到攻击的位置，所以他要非常灵活。然后呢，他的跳跃力要非常好。那像做球手的话，他的控球能力要非常的稳，要很稳定，因为不管是对方发过来、杀过来，我们最主要的防守线都是做球手。那做球手要能够很快速的移动到防守位置，并且把球稳稳的接起来之后，再把它做好，让攻击手去杀球。所以他们这3个位置的能力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做像国中端的话，我们先做基础训练，大家都一样练一样的东西。但是后来慢慢就可以发现说，这个人他跳得比较高，这个球员他可能爆发力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开始把它朝做攻击手方向去练习。那像雅佩的话，他的那个平行移动的速度很快，那他控球能力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定位在做球手上面，这样子。嗰陣談好了，其實也三個目標嘅運動嘅角色，而每一啲都有意外一啲提升。有時下我看到節目，我都話要嗰度嗰陣才內容哦。反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嘉東嘅青年教練，還有我哋同樣來自嘉東嘅我哋小亞 P， 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講乜嘅按照停球。一部分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哋教練，因為其實我哋講，其實停球同泰國有過一啲什麼嘅演員哈，同時我哋講我哋今年嘛要參加我哋2024年嘅泰國比嘅一啲停球比賽，但是一部分我想教練同你分享講，譬如說你自己本身在藤球的比賽裡面你參加過哪幾場？同時哪幾場是你自己本身印象比較深刻的？好，2年前我們有一次在比賽的時候，其實那次比賽我們並沒有想說會拿好成績，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狀況都不是很好啊。但是那次因為大家有發揮超水準的比賽的經驗，好，那在球場上也都互助合作，包括他當天的士氣也都很好，所以那次不只拿到了冠軍，然後也當選了。也是因為那樣子的積分，我們就大部分的選手都選上國手，那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經驗。那對我來說也是 Q 掉啦，我覺得哇，
哇，怎么那么棒？你们怎么可以发挥的比平常还要好的一个表现这样子？教练很谦虚啦，因为其实无某个东西很严多的，因为其实无练习的话吼，如果真的有安尼时间本去，你这个嘛唔可能没有毕业出一个好的成绩出来。但是你头有功劳的，其实像个2年前，他们也是一个国手嘛哈。那这样子的国手，他是等于就是说未来可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吗？是，像现在国际赛事的话，会有分世界太皇杯。那或者是亚运，然后亚洲锦标赛，好，跟一些国家他们办了一个国际邀请赛。那通常在这样子的比赛之前，我们国内就会依照这个国手的选拔标准，去从这2次的排名赛的积分比较高的选手，好去打比赛。协会就额外再办一场亚运选拔赛。那我们就要在亚运选拔赛上面拿到好的名次，我们才可以去落选这个国手。所以其实每一次的世界杯，各种世界国际的比赛，其实它都有一个选拔的一个基准在。那我们能做的，我能够教育球员，就是不管比赛哪一种比赛，你就是打好你每一场比赛。那打好了，你有成绩的时候，到时候有机会来，就会是我们的这样子。冇错，因为其实像头先我哋教练有讲到讲，其实我哋咧太皇杯，其实算是一个田球里边最重要的比赛。因为冇想到讲我哋亚运里边嘛有我哋咧藤球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咁亚片嘅片段，你即家有印象过什么一啲比赛嘅经验？冇得讲，你即家有得到嘛？因为其实我哋现场有什么奖牌，唔系赢嘛吓。係，咁你即家有印象过什么比赛？因为我们排名赛嘅，有分嘅乙组同甲组。嗰班我們第一班我同我退休，第一班送給甲組，對，嗰班我們對到我們嘅比我們個大嘅學姐，嗰就想講你唔會贏，就盡量打，打嘅水準那些都有，然後我們就打贏嘅。哦，係哦，咁幾時前你讀誰啊？高一吧，高一差不多那16歲呢哈。等於如果高一的時間都打甲組，哦，其實讀到人嘅學姐，哦，其實冇簡單，因為其實你看啊，你這個等於唔能訓練了3年，好，你這個出國總能一批開始訓練的嘛，哈，3年係國中嘅時間，可是幾擺算是你這個影響過程嘅經驗。咁你這個後來因為頭到教練有講到講，後來有叫我哋講排名賽係有一擺去參加亞運嘛，亞運你參加過嗎？有。啊，亞運係點樣嘅情形啊？就看嗰個第一擺參加嘅，我不會比賽，佢就看到幾多幾厲害嘅人。佢睇訓練嘅時陣，我慢慢因為這個第一擺參加，就會緊張，嘛嘅就唔會，就會唔教嘅國家隊嘅教練罵。係啊。處理比賽就今天就看到這個體育，就看到體育是比較強，可是如果在國外就冇咁強。你地講哦，其實可能喺國內嘅話，哦，嗰種晚上過前面，但是一真正拿到國際方嘅時間，你發現講哦，強而咪幾多呢嗬？因為現場有唔知個咩獎牌啦嚇，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幾多獎牌係乜嘅時間得到呢？第一個玻璃嘅係個全國排名賽嘅第一名嘅。哦，全國排名賽第一名。啊，其他兩個係去年嘅亞運的那個，有3年同4年。亞運咯，我有2個冇見我2個牌咯。有分3年嘅同4年嘅。哦，3年制同4年制嘅，嗰時得嘅牌都冇共用。像頭當我哋咧亞皮鼓落以後，而且我都講哦，佢發現看到國際上嘅人吼，全部鬼強。好，但是你這個平常在訓練他們的時候，你的課程是怎麼樣？尤其像亞佩回來，覺得說，他覺得他可能要再加強，那個時候你會怎麼做？我們平常訓練菜單的話，其實我們會用比賽期跟非比賽期。那基本上我們非比賽期的時候，我們就是加強他們的個人選手的基本能力，好像移動跟控球的能力這樣子。那進到比賽期的時候，就會強化在組織啊跟戰術上面。那如果說選手他有比較
例如移动方面比较不足，或者是说，其实大部分选手我们的接球能力都不是很好，所以会着重在接球课程上会比较多。像雅佩他的在球场上比较吃重的是他的接球，对啊，所以我们台湾的选手比较少去移动接球。当球直接到我面前，我接得到，但是当球到我旁边，我要移动2步之后再出脚接球，这个技巧就比较偏弱。所以呢，我们会比较常像他亚运回来之后，我们再希望加强他的训练上面会比较多一点的是让他去移动去接球。那这也是台湾选手比较欠缺的一个重要的项目。这样子。刚才你讲，黑妹讲，这是一个属于比较进阶的技术。对。那一般来说的话，譬如讲，因为应该有 C 类跟 C 妹嘛，那男生跟女生在训练上面有没有数量或者是说所谓的质量上面的差别？哦，当然有。刚我们在看这个，光是藤球的话，像我右手边这个这个是颜色是褐色的这个，它是男生在用的藤球。那左边的话就是女生在用的，光是他们的重量跟弹性就有落差。男生的那个球的重量就比较重，那也比较没有弹性，所以男生必须要多一点的力气去踢它，那才有办法把球踢起来。那相对的女生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他们在弹性上面的话就比较好。那在比赛上面的速度跟力道当然也是有落差的啦。像男生的攻击，我相信如果有看过世界杯比赛啊、太空比赛，那个男生跳到空中然后翻滚把球扣下来，那个球速是非常快。那快就算了啊，防守的居然还可以把球接起来哦，这真的是速度跟力量的一个完美结合啦。哦，所以我们在训练上面的话，男生的量跟女生的量还是会有落差，像女生体力也比较差一点，那他们的基础的肌力也比较不足，哦，所以如果在同等水准的情况来看的话，男生可能练个5组，女生大概我们只会给他练到3到4组，好，因为我们当体能开始下滑的时候，训练效率就会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会依照选手的能力去决定他的运动的强度跟数量这样子。因为头多我的教练有讲，譬如讲，也踢球的时候，真的会反一砍一踢球的。我那个时候本来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要专门去练习如何去翻滚，在空中翻滚1圈？要做这样的练习吗？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分解，好，分解有先起跳，好，先练起跳，然后起跳完比较熟悉怎么跳，因为我们跳起来之后要抬脚嘛，左脚跳，左脚抬。好，那左脚跳之前，右脚要先抬，先把这个动作做好之后，那接下来就是单脚跳的时候，瞬间在原地转1圈。好，等到你这个动作做顺之后，我们就开始铺垫子。那你就在空中，就在垫子上面先学习这转回来踩好，转回来踩好，都一步一步进阶啦。我们甚至还有放一张椅子，像这样的桌子，然后手撑着，然后跳起来之后，身体就要转过你的手，然后手放开站回来，然后慢慢的再越来越高，慢慢越来越高就会了这样子。可是也得训练，这个有没有训练过？他不行啊，因为我里面的害的问题就想要问讲，跟你教练，你这个有这种，譬如讲你这个按的训练，结果他是完全训练不起来，以至于说他完全没有办法跟他同球队的有吗？因为我光听，我就讲啊，可是他们这有没有那种姿势，我就是手眼不协调嘛？啊，你就是这样子教我，我真的就是不行啊，有没有这种？基本上攻击有分好几种。刚才提到的那我们称之为翻杀，就是要后空翻啊，杀一个，那个是一般翻杀。那当然我们这个如果真的学不起来，我们有一般杀球，就像是就是把脚往这边抬，就可以扣球了。跳起来往这边抬就可以扣球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扣球力道，毕竟身体跟脚啊，它是相对的。所以呢，它力道没有办法很强，除非说你像泰国啊，还是韩国它会跳起来之后身体往后躺，然后脚这样子去扣，这个力道就会有出来。但是像我们这样，我刚刚提的那个翻身去攻击，它的动作是比较流畅，所以它的力道扣下来的球是比较强的。
好比较强的，但是这并不是主流哦。其实像马来西亚还是韩国，他们都用这边去杀球，他们没有翻。那这边杀球它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髋关节可以把它的球决定我可以往这边杀或往这边杀，所以它可以杀球的范围就会变得很大。那防守的人来防守就比较难防守。所以其实翻杀这个只是攻击的一种啊，那它难度虽然高，但是不见得是一定只能去这一条路这样子啊。嗰陣談學論都發現過，其實停球也部分吼，其實看起來係啲幾激烈，同時嘛係啲幾精彩嘅啲比賽。有時啊，我睇到節目我哋喺嗰度個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家東國中嘅創立人教練，同時嘛係看來自我哋屏東家東嘅QRP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過，當初喺訓練嘅過程有發生乜個無強嘅事情。有部分我想問下RP，因為其實你哋今年去參加我哋嘅太皇杯嘛，嗬，咁同時嘛係有無強嘅隊友強去參加，咁也俾中間嘅默契一樣去培養啊。以前睇嗰度睇國內比賽，我們就有向踢球過誒，也一起組隊過了。像土瓜灣那個學校，他們就會提早過來同我們練習踢球嘅。再加上我們仲會有那種集訓，仲會向下踢球嘅。嗰時默契上係冇乜嘅問題嘅。哦，默契上冇問題。不過有啲，譬如講有啲人踢球嘅風格都過激。他喜歡急攻，無論講有啲我哋慢慢的望到看下個人嘅分批，我有安尼講，嗰時陣唔知即個想講，唔知個睇團隊裡邊角色安樣嘅，有想過有問題嗎？還是講你睇下人練習久了，都太有問題啊？練習久了，大家仲會底嘅，知道那個感覺。咁但有可能講，譬如講啊，看伊打球啊，太有底也會球風。譬如說我看他打球打久了，我大概知道他的球風是怎麼樣子，然後你認為球風是怎麼樣子，有安尼查片嗎？有。咁你發現用嚟配合咯？就改變，就是我們為了這個比賽去改變它，去多少去改變一下啦。因為也係算是去參加代表我哋台灣去參加2024年嘅太皇杯嘛吼。咁這個對教練有乜個想要提供嘅啊？我想要同我嘅教練講，就上心眼，我要幫我去改變改強啊。有時真係講好了，因為從事一啲運動來講，我其實個前途一直都很看有啲金牌，有啲獎牌，然後其實我哋亞運地方嘛有安好成績。我相信其實教練嘛，就真係對你有訓練啦，但是你自己對自己嘅一啲要求，其實冇咁簡單哈。那教練剛剛他說的你沒有聽懂哈？好，沒關係，我可以翻譯。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再多操練他。哦，不是啊，那你沒問題，沒問題。既然都這樣要求，他的意思就是說，請你相信他，他會越來越好的。好，教練，你從事教練有18年了嘛？是。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感動的部分？老實講，帶隊在有幾年啊，大概有3到4年，那幾年是蠻低潮的一個時期啊。低潮是因為每一年大概都會有1到2個優秀，就是球技上面挺優秀的球員，就覺得球隊的規矩啊，或是就理念不合，然後就陸續的離開。那甚至離開之後，還會用其他的方式來。言語啊，或發文啊，在網絡上啊，來攻擊我們這樣子。那其實那一段時間會感受到，就是你很努力在希望他們變得更好，但是你卻得到的是這樣子的回報，會很失落，然後很低潮。那個時候已經有想過說，我可能，這一屆的孩子帶完之後，我覺得我沒有那個動力跟那個心情再繼續下去。對，但是後來。留下來的這些球員，包括亞佩，他們變得比平常更努力，然後也會跟我會用各種方法很貼心的來告訴我說，他們會繼續，然後他們不會放棄，希望我不要放棄，然後他們也更努力在練習上面、訓練上面，甚至他們拿出了
比我预期更好的成绩，然后来证明说，就算没有那一群那些球员，那些离开的球员，他们也做得到。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动作时刻，然后让我发现说，不对，我应该要珍惜他们留下来的球员，而不是结束。对，所以也是经历了那几年之后，我觉得我在带球队跟经营球队的就是在教育的上面，我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你要说进阶嘛，或是我觉得我看的东西就更高更远，就会把自己眼前真的应该要重视的事情跟人，会更重视它这样子。对，你谈好了，係咪講？其實佢專在地方係講以前的可能會個主創嚟講面神的一個球員，但是後來其實個主創係講有心留下來嘅東西。這個意思是不是說，早期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把眼光放在，譬如說一些明星的球員，但是後來其實才會發現說，願意有心留下來的人，其實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其實走到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自己對於球隊裡面球員的一個態度，我自己有發現說，當時因為他們會是我們的成績的保證，所以呢，那些比較優秀的球員的確會得到比較多的訓練跟教練的關注。對，反而像比較屬於候補或是二線的球員，就比較少得到這樣子的關注。那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需要修正的地方，因為我覺得我當時給他們的照顧跟給他們的一些態度，讓他們覺得他們漸漸的可以決定自己要做什麼事，然後反而就會跟我的要求有一些衝突。對，那簡單來說，就大頭症就出現這樣子。所以我一開始帶隊的理念，並不是說要以球員拿成績為主。我一開始想要帶球員的目的，就是希望球員可以變好人，然後變善良，讓這個社會可以變得更美好。這個就是我的初衷啦。我希望孩子們真的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動力。這是我想要的東西。所以回過頭來看過去跟修正現在，是我目前為止正在努力的課題。我也希望說，未來我的孩子也可以把我的意念繼續傳承下去，這樣子。你談好了，其實喺球隊嘅球風上面其實冇有幾大嘅轉變，但是我哋攰到個現實嘅問題，以國內嚟講踢球嘅一個環境來講嘅話，那教練這個人嚟講，也俾我哋國內環境裏邊有乜嘅困境，冇講有乜嘅困難，而且要解決的冇。那回到我們最現實的部分，就是我們國內的一個藤球的一個發展環境裡面，教練，你有沒有認為，就是說哪些困境啦，或者是哪些困難要去解決的？國內的藤球其實發展上困難重重啊，到目前為止其實還推展不太出去。那其實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就是我們缺乏專業的運動教練，因為藤球這個運動在台灣大概也才10幾多年，那當初的選手現在也都才剛出社會。那你出社會，通常如果你不是當老師或是當專業運動教練的話，出社會就不會再繼續踢藤球。所以我們現在欠缺的是專業的運動教練，也就是選手出身的運動教練。那教練少，我們的球隊數量就會少，要推動上面就會比較難推動。這第一個。第二個是藤球的它的技術水準很高，它的入門性就很難，入門門檻，所以大部分的選手他們在剛開始接觸藤球的時候，一來很痛，那個踢球真的很痛，那個腳踝那些很痛。二來你要把球控制在不落地，其實很難，所以很多選手在初期的時候就會放棄。他可能社團啊，或者是只來一個禮拜只來踢一次球的他會覺得我踢了2-3個月，可是那個技術沒有很明顯的提升，那他就會放棄。所以他的入門技術是很高的，他也是我們比較難推行的啦。這個也是需要一些專業的教練來帶會比較好，一般的體育老師可能比較沒辦法。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藤球在國內的重大賽事是缺乏的，例如全中運、全國運跟全民運是沒有在裡面。那很慶幸的是今年我們的那個
全民运是办在屏东。那屏东县政府有看到我们嘉东藤球的努力，所以我们争取到了这次的全民运动会，10月份在屏东举办。那他有将我们的藤球纳入在全民运的正式项目里面。那未来你像全民运有进去之后，未来如果全中运跟全国运都有纳入的话，那各级的学校或机关都有补助可以参赛。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赛事可以有助于球队国内的藤球的发展的速度。发展速度。那最后就是我们一直在国际赛场上没有办法拿到前8名，我们一直大概都处于第10名左右。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内没有在针对出社会之后的球员，有进一步的舞台在发展。像是排球有企业联赛，那篮球呢有3个联盟在打职业篮球，那棒球就更不用说了。那如果说藤球的话，其实以它的发展跟它的人数来说，其实藤球是很适合进行企业联赛，因为它的球场小，那它可以在运动体育馆里面举行，那它的参赛人数也不多，所以基本上企业要养藤球队，其实并不会有很多的花费。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有这个企业联赛出现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一些优秀选手，但是已经介于出社会啦，他到底要继续踢还是要开始去工作了对他来说有个方向可以去走。这个就是我希望台湾藤球能够发展的一个走向这样子。可是运动那件事情，其实对他人来讲，如係一好件事情。不是頭先我哋教練講嘅，希望講藤球有一天我哋嘅國內嘛可以順利嘅推廣上來。今日我感謝兩位來我哋現場分享安吉賽嘅故事。感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謝謝大家，拜拜。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現場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